今日是跳白路无？唔系，这些是，了解系吼。这些都后来盖的。就是现在这个黄色的屋顶，这个下面哈，是我的老家，前面还有2棵大苦楝树啊，所以以前这个溪流流下来，我还这个在家里后面后门哈苦楝树下吃饭，晓得吗？把饭一碗端下来，在苦楝树下哈，苦楝树4月、3月的时候会开那个紫色淡淡的花，非常美，非常美哦。现在那个都是当做回忆了，当做回忆了。以前那条路还不是有柏油，是石板，一块一块哈，这样上来。我小时候啊，常常学校的粉笔啊，抓几支带回家，就在这条马路上哈，什么都画了，像红中一样，什么都画哈。所以很小时候有一些阿姨看到哦，很会画，很会画，就大家最有印象说那个会画图的人，图嘛。咱记者跳白会画嘛个？什么都画了。像拼图一样的哈，还有那个美国的飞机炸完没有事，就把 B-29哈，B-29是全都讲4个，P-38是2条肚子，还有一个叫古拉曼苦的是肚子大大的，那个手机关枪的，哦，画那个在空中战争的，哦，那个画得满地。我们五龙村的庙哦，五福宫是刚好对的五级山，哦，庙的那个刚好对了五级山，所以五级山呢，我从小就是在庙庭院游戏，天天看五指山长大的。我曾祖父在的时候啊，就是在那个庙前面嘛，有做竹篮子啊，竹篮子哈。自家做的。哎，
就竹子破开一片一片，样样什么都会做的。他那个时候活到86岁，所以这个我小时候的生活，兄弟打弹珠，就是在这个问题。然后到晚的5、6点还没有回家，妈妈会在下面叫一声，我们才回家。我还要背着侯振广打弹珠哎，有一个笑话，打了没有回去吃饭哈，他背在上面，冬天很冷，我妈妈骂了，几个小时你都没有把弟弟放下来哈，他说一定是那个撒尿撒得一塌糊涂。我说没有啊，很暖和啊，其实是撒尿撒得很暖和。打开了后面整个衣服都湿透了的，不晓得几次那小便在我那个背上哈，我是这样子把几个弟弟妹妹这样背。侯公上我没有背过，侯公上他比较大哈，从小学3年级我就可以背侯振广，还有一个妹妹哈，还有一个弟弟，哦。背了妹妹还要到山不去训，我妈去训练了。哦，我爸爸算是在乡下哈，是等于是有知识的人了，照相还帮人家做代书、刻印，什么都干，这样子来养我们都养不起。我妈妈还要到山上哦去种茶、采茶。我要除草，像这个除草哈，你山脚下的除了哈，除到山顶哈，你山脚下又要除了，做不完的工作。那个茶叶哈是一片一片摘呀，那个谁去摘？我都看见我妈妈哈，天还没有亮就出门了。太阳下山了哈，他才回来呀，走席呀，哎，永远没有止境的工作，除了辛苦还是辛苦。当时有一个县长叫周清志啊，他是我们乡下人，他的哥哥跟我爸爸很好，他哥哥好意，他的意思就是我弟弟现在做县长哈。他安插人呐、容易。他说你的儿子2个毕业哈，去我弟弟的县长那边哈，这个请他就是做工友也好了，啊，这个，结果他2个去的时候呢，县长一问了以后啊，鼓励他2个继续念书。他说穷没有关系啊，不念书将来更穷。你去考试完不要钱，所以我带了麻竹笋跟鸭蛋以后，他说你穷带回自己吃，怎么还送我？我连那个麻竹笋2条很重啊，鸭蛋12个，还跟我弟弟小心翼翼还带回家，回到家里天黑。那个时候县长是在桃园了，桃树苗3县哈，啊3县那个时代的，所以命运晓得，如果没有县长讲哈，我还不会上台北考。师范教育本来就是为了储备美术人、教育人才嘛，但是它不是培养职业画家，培养教育的美术老师跟培养专家那完全2样不同的方法的。他是台北师范毕业以后，
毕业以后就被学校老师介绍给附小的做美术老师嘛，就在他的学校附近嘛，他等于是最优秀的才会留下来的，哎。那么以何兆渠老师来讲，从一个北师，当然这是师范学校的一个美术教师，哎，那个校长把美术教师的钥匙交给他的那一时刻，开始一家人用这个为基地，弟弟也来这边，那么他的家庭在这边一路成长，到今天他始终不忘。哎，很多小学老师教美术也教得很快乐，很高兴。很满足，他就没有变成艺术家，他还自己不断的去做创作，不断的超越，不断的寻求养分来提升自己。他一生没有再继续升学，因为他做老大的弟弟何耀宗继续念师大，他有机会，但是他放弃，守住这一块原地，成就了今天的何老师。老大等于就是这个像人家说大嫂如母，他是大哥如父，对，他的教室等于也是他的画室，也是他弟弟晚上的卧房啊。哎，他那有画桌嘛，我们画桌一拼哈，就这样子晚上就这样过了，对。他几乎礼拜六、礼拜天，我看到他都在画室里头画画。这个有这么一个他的一个很传奇的一个故事。他看日文书，他喜欢日文的艺术杂志。他那个时候呢没有外汇，他用买台湾日本人喜欢的台湾凤梨罐头。寄给日本的艺术的杂志社，杂志社把他的旧期的刊物啊寄给他，他从这样子来换得艺术的资讯，用凤梨罐头去换。50年代，我们知道全世界的艺术的变化是抽象表现主义，尤其是美国，美国的抽象表现之后几乎席卷天下，全世界都搞抽象表演，而我们在台湾台北市3天一个画柜，5天一个画柜，这个情况变成这个样子。所有的年轻人都画抽象画，你说他懂吗？他不懂，但是他就是画画，
所以那时候一时形成一个风潮，到了什么程度？人人抽象，个个抽象，你不抽象，你就落伍了。刚学校出来的时候，都是美国的抽象画很流行的了。抽象画很流行后，我们一口气就美国那种抽象画影响我们很大。所以台湾很奇怪啊，70年代、60年代是抽象画流行的。那个时候我已经用刷子刷，抽象很抽象的已经很多。其实都讲的话，就是因为我的画比人家新巧的，不是那么写实啊，才在台上讲会得奖的，是这样的。其实讲说穿一点，我就这样美国的书籍。美国新闻处的美国的绘画欧洲的绘画我脑子灌了很多，晓得吧？你看这个写实的。画他太太，那么画这个太太的时候，你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看到大红配大蓝，这里面已经有野兽派的味道，强烈的原色之外，这个脸部当中一半暗一半亮，把暗跟亮画得这么清楚，这是立体派的概念。但是它还没有展现立体派的完全的分割，它可以把它看成是印象派的明暗分割。这个印象派当中，你看这个暗的咖啡色当中，竟然有一点点带绿带蓝的，这个东西是色彩分析的概念的。所以我在讲说，一个艺术家这么年轻在开始画他太太的时刻，他事实上已经对西方的艺术的理解，那么是有一定的程度。你知道他到了1960年代之后，他已经跟台北的画坛非常熟，那就是吴越与东方开始推动所谓的现代绘画运动。这些人表面上没有参与，但是他们一样有他们的画会那么一样有他们还是在寻找一种不同于吴越东方的那一种水墨或是书写性的风格的抽象。他们在寻找一个比较稳定的，从物象出发的。你看，这看起来很抽象了，其实这还是一个风景这边这个叫做后街，他们很喜欢画街道，所以建筑物、阳光那么像这个再怎么色彩的组合，还是一个建筑物聚落所以他们非常喜欢这种。那么一直到把它简化，就变成这样子。你看这个是大的块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类似这一种，所以进入了这个立体主义是它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这边呢，这金融椅在这边呢。那个时候出入境要申请，我搞1个月才到日本，1个月。后来我校长保证了，侯老师他会回来，然后才获准。获准，因为我把公文寄到教育厅，转到教育部，教育部转到警备总部，警备总部拿到，然后到日本大使馆签证。已经礼拜6，他说要改礼拜1来，结果我要到日本那个展览呢，开幕典礼没有赶上，结果变了闭幕典礼最后一天
总算到会场去拍一下照，我到了，你看，所以很辛苦当年。后来跟学校电话请假，我说要看皮卡丘展览，我再回去。校长说：“你既然到日本了，你玩得痛快，你自己回来。”我们看到那个5、60张以后啊，皮卡丘是在游戏啊，他用毛笔刷几遍，人头点几点，就这样也是一张。看他这样游戏，我觉得我们画图为什么那么认真干什么？我为什么不像皮卡丘那么轻松哈？轻松。最后回来，全省美展了，就画一张静物，现在在国美馆收藏，就拿了第2名呢。后来第2年画一张码头，日本回来经过很多码头，拿了第1名。如果没有看皮卡丘，我还不敢这样画。所以看皮卡丘画展很有用啊。解放了吗？是啊，就敢大胆这样，不是那么规矩了。就说写生啊，我们今天写生不要写死啊，听得懂啊？大家要活生生的，来表现，这个就写生啊。所以中国的意思的含义很深呢，中国。他的一生不是那种畅快的表现型，他是有表现的倾向，但是他会做比较理性的这个分割安排。不过以这一件来讲，你看还是大红啊，那么当中出现了一个窗外的风景跟窗内窗前的一个景物。这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了，事实上这个变成它日后重要的原型是什么呢？空间的并置，让窗外的空间跟窗内的空间同时存在。但是一般人来看，他不会的，他说这个窗前静物，很多人在画嘛，很多人在画没错。等到将来我们有一天会发现，他把窗外跟窗内不但是并置，加以分割之外，白天跟晚上，春天跟夏天，是并置的嘞。实跟空，空间在内外，时间就是白天晚上，春天夏天，是吧？这个是他的某种突破跟他的创建。新创办的春秋艺廊开幕典礼和中华民国当代艺术家代表作邀请展，3月15号在台北市敦化北路梁氏大厦同时举行，由叶公超先生主持剪彩。他致辞时指出，春秋艺廊的开幕将为艺术活动提供理想展出场所，希望艺术界同仁多多利用。10大建设之后，台湾逐渐的这个经济兴国发展到某一个阶段，70年代开始有画廊了。但呢，有画廊之后，经济繁荣了，艺术才活动起来，非常可怜，才倒起来，什么都没有，没有艺术，因为日本本身经济情况一发展之后，什么都有了。艺术本身与经济情况与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70年代开始，有画会，画会就已经到了红的发紫。那时候艺术家太多了，而且有了绘画市场了，有画廊绘画，有了绘画市场，于是这个艺术有天价。我为什么讲到这段？何老师就在那个70年代的绘画，他的绘画艺术，几乎
是一个年轻一代红得发紫的画家，他卖了好多画，他的绘画几乎在70年代没有作品都卖光。我告诉你，画格号，你要出名，你如果没有一个画廊经纪你很难熬出来。台湾不会，台湾可以。我最多的时候台湾有13家画廊来找我，我照样供应给他，13家。画狗你一定要给一个画廊，然后他推销你。那可怜度有没有便宜点？一张画宣传费1/10，镜框费1/10，剩下8/10，8/10两个人分，才剩下4/4了。那是出名的画家没有出名的画家有没有就给你生活费，画的图全部要给他。有一次除夕，我们都在他家吃饭，他回到家晚一点，他说：“我今天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一个小姐帮他爸爸他爸爸买了他的画来付钱，他来付完钱的时候，他顺便看他的画。”他说：“何老师，你这一张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他也不知道他的意思，他也认为他只是看一看而已。结果这个多少钱？他以为他帮他爸爸问。他说：“我今天钱不够，我明天再带来。”他说：“你要买啊？”他说：“我要买啊，我自己买啊。”他也这种好时代，他也有过。对呀，颜料还没有干就被人家买走。对呀，有时候我们去扫墓，他带着话剧，那个扫墓普通拜完了以后，他利用这个拜完到要收起来这个30-40分钟，他可以画一张画，画那个面对那个我父母的墓的对面的五指山。很奇怪，他常常画了回来，那张画就被人家买走。去欧洲，1981我才去，50岁以后才去。其实巴黎圣母院、圣心堂是人家最想要猎奇的地方，圣心堂跟圣母院了。可是最美的地方其实是塞纳河，因为我分了2张慢枪嘛，亚平用画，左边画。这边到左岸了，或河边了。这个圣母院大概在这里。这个圣母院这个尖塔是这一条，要不然笑出来，很可惜。这个圣母院，这个叫普罗旺斯，那个塞尚的家乡它的山就是那个石灰石的山啊，就是那个米舍尔的石灰石的山，
画起来就这么美。哦，像这个就带一点幻想巴黎郊外了，这个就带一点超现实一样，就是画的比较活泼了。像这个是到塞山家乡看到这一种，那个塞山这样风格这样处理哈，那个它的景就这样嘛，就自然就会这样方法去画，不会用这个方法去画了。哦，这个郊外是这样做了汽车转了一下，晃了一下过去那个印象嘛，你了解吗？不是说做完哪里画了，就是汽车走过的晃了一下那种感觉了。我到欧洲以后，我反而有一个，我想叫问题出来，那个问题，我是不是一辈子画个抽象的？瑞士很多个画家哈，他就画他的阿比斯山，画他的日内瓦湖哈，画的真棒啊！瑞士啊，哦，所以看到瑞士那一些画家哈，就是自己国家的领土的那一种山水哦，就画得这么好。我看那个展览哈，我有一个感受，我为什么不回来把台湾的很多景哈把它留下来？所以我改变了嘛。那个改变是已经得奖哈，也当会员了哈，地位不会已经，不会松动哈。我改了以后，有人还反对我了，他什么回头了？我就讲我要画台湾的一些留下来。最初还有连杨三郎都就是你怎么回头哈这样，还有一点哈就是奇怪晓得。因为那个时候刘国松呢有一批人走抽象呐喊的很厉害的时代就本省人比较保守，晓得吗？结果我回头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他一直在不停地写生？他走遍了台湾整个大街小巷，不分为什么？情感，两个字情感。他在西方的绘画里边，他发觉到西方那些艺术家里边，他们从事的绘画艺术也是从写生走出来，而写生某一个地方，他不止一次画那个地方，从这个绘画里边找出，把他个人的情感从这里边发掘到、感觉到和连接得到。他是台湾非常多重要景点的发现者，你知道吗？他有好几个村庄啊，什么是因为他去写生，后来变成重要景点呢？石碇，你知道石碇在哪里吗？我们现在是雪隧会经过的当中，在那个高架桥下面的一个村庄啊，溪流流过，那么它是最早，你看要到那个地方多困难啊，要坐车翻着一直到那个地方，但是他在那边花了非常多，使得石碇变成被大家理解的很多的观光客在早期会到石碇去啊，所以类似这个，包括石门水库啦，很多的景点，这站在哪里画哪里，是他，所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艺术家，就是他一生没有说在思想上去做一个大的突破，但是他用他的行动，他去画遍了他能够接触的，不止台湾啦，是吧？那么包括欧洲啦，包括美国啦，东南亚啦。稍微暗了一点不是，你这里稍微暗了一点，稍微侧一点，可能没有那么美，稍微侧一点了。这个太暗了，也不要太暗。可以，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哦，乃文那么齐全的啊，可以了。那三一花卉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何老师他在美术馆有开班上课，就有一些人他利用空余的时间去那边上课。后来老师他退休了，他想去世界各国走一走，所以他就不上。我想他应该有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那他不上的时候，上课的那些学员怎么办呢？老师就说：“那你们就成立一个画会好了。就那画会就是还可以平常聚一聚，大家一起交流，还可以把作品拿出来展览。所以三一是这样起家的啦。我听老会员讲哈，老师以前很严肃的，很严肃，就是还会骂人的，所以大家看到他大部分的老会员都是躲得远远的。那因为我们新的一批人进来之后，这个受的环境又不大一样。那我想可能跟老师自己也有关系，因为他自己有了孙女，有了孙子之后，他的态度也慢慢转变。那对我们来讲，跟着，所以我们比较幸运的，跟着转变这样子。那他教学生，他至少他不会像有些人说不教哦或怎么样，他就不会藏私啊，看到什么就跟你讲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们大家觉得哈，都有学到东西啊。虽然他没有上课哦，没有上课，我们只是平常去写生、展览，或者你平常跟老师相处的时候，可以把自己做的作品呢拍下来给老师看看，他可以指导你，所以指导的效果很大。那个混载差不多了，不要多改的太多，反而会太僵硬了。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不要磨得太过头啊，不要磨得太过头，磨得太过头会感觉会太僵硬了，遇到就好了。哎，你那个亮下面那个还没有出来啊？哪一个？那个红砖啊，那红砖比较亮啊，你那个还太暗了。对了，还是要给它亮出来了。就是说你用颜色的时候，水不要那么多了。是啊，你那颜色很多没有关系啊，随便拿个颜色抹一下。好啊，那我请你一下。没有啊，现在流行黑的了，非洲黑的。
蔡先生希望就是说，以前你画那个照以前的样子再画一张，再画一张，这一张要送给他了，送给他后面我题字，你看，哦，第一次到蔡家，哦，家园地所画的，哦，观音山小港哦，快完成时，一阵大雨。得蔡老太太的允许，进入蔡府，从蔡府客厅所看观音山和小港美极了，从此结缘，在蔡家2楼当画师，画不少港口风景。这张要送给他了，他要我后面提了，但不是原来那张，原来那张已经不在，为了这个再画一张。所以他差不多，我接到70几岁、80岁之间他在淡水画了很多，他淡水那边画的你看他那个现在看他的画册淡水的夕阳，观音山的背后，你就像观音山好了。它观音山的落日跟观音山的日出跟观音山的大太阳下面，你都可以找得到，等于4季4时，这种的晨昏雨露，这个之下的淡水河口、观音山，或者是淡水前面的那种的，它好像淡水还画不完一样。它淡水大概是投入后半辈生都在淡水。一个淡水就像莫内的花园一样，莫内经营花园，他自己一个人经营淡水，也可以画一生呢。就说再过几个月就90岁了，应该画几张等于90岁的画是怎么样了我特别自己有一个构想，因为我看到报纸有一天突然间说也有女王头快要断掉，要不要？这个是记者讲的话。要不要做一个框把它围起来？我看到那个消息，我说这个女王头被围起来，那像什么样子？关监牢一样把它头框起来我过了2天，天气好，我就背了画带，想女王头一定要画一张回来其实这个画应该。谁看都不会不懂，为什么呢？女王头本身我没有什么特别去改造它，还是女王头了。可是我把这个天空的颜色太阳的颜色整个调子呢，画得非常年轻了，画得非常年轻，不会说老态龙钟90岁画了这样手还会抖，我就最起码手也还不会抖，色彩还很明亮了。往说来也不好，水也不好。本来是高雄展览，俺没时间弄好去。另外就是头江展览，但头江这个壁汤的展出就是没有办法遥望了，所以我没人看没闹热了。但是基隆嘅講展出嚟些非常好，嘅基隆係嘅講前番嘛表嘅黃色小鴨表嘅戲非常好看，但是基隆等於落雪所以等於落雪展1個月，我就想等後天，等唔到後天我穿雨帶雨傘，坐火車去基隆。去看黃色小鴨，
所以就讲就讲黄色小鸭可以轰动的样子，大家不电样样子，卡架样子看可以做这个，所以应该想个荷兰人这个发明这个黄色小鸭人这还了不起啊！所以这一张也为90岁，那时候化妆来做纪念中正纪念堂展出来些了，好几个人带孙子那个小孩子看的，我问他哪一张最好，他黄色小鸭哪一张最好？但是到今天来看，何兆渠能够在这些艺术家当中，他凸显出来，是他坚持他的绘画的道路。不管你今天怎么样抽象到什么情况，明天开始怎么装置，他从他开始立体主义切入，野兽主义来做色彩的搭配，一路走到底。但是坚持当中又各有面貌，因为他不断的旅行，不断的去参观，所以他写过很多参观博物馆的这些导览的书籍啊。那么日本的啦、欧洲的，这是很不，就是他行万里路，那么胜过读万卷书的同时，他又买了万卷书啊。所以他的生活当中几乎单纯而坚持。那么以何兆渠的年代来讲，他虽然不是走向所谓完全的抽象，但是事实上证明抽象不是唯一的现代啊。所以他这些东西可以说到了今天我们来看，还带有很新鲜的味道。不是画图是一辈子的了，初学，所以画图。第一个，你有没有天分？第二个，能不能持续还有一个是你有没有机运，各方面配合，最后才能够达到成功。有的没有机运了，信心不够了，到出生改行了。所以做画家，比如说一个学校50个毕业了，到最后。真的画只有2、3个，所以当时那个记者来访问我，第一句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年轻想当画家？我说我当年是想能够糊一口饭吃就好了，哪里有想到画家啊？吃饭不解决，你什么都解决不了。刚才到学校拍了，你又拍啊？要拍100周年摸下来。因为我弟弟有下来。你开好多下来。去乡下你见头对头不挑比赛。2个月2个3月的。所以我现在手我就要对，比较蛮固定的。对的，比较蛮活，所以。运动力你快60多年了，70年了，你快。我38年。对，上就70年超过。在70年上面。那个时候刚好，我生出来，我爸爸就请钟明参起名字，所以我的名字会起了，人家讲从回声音唔从台湾音是那个汉文先生起的，所以您讲您生下来那个8字啊，就定了那个名字也是定了，名字笔画也定了，那个照开始的意思了冲渠是马路四方发达了四方到处走的那种马路的。跟我跑欧洲、跑日本到处跑，一个人跑那个名字就已经是这种名字是吧？
是啊，所以很微妙啊。